家有一老，如有一寶。今日咧就分享一個老人家食早餐。喺以前咧未做呢一行嘅時候咧，其實都係已經爸爸有三高噶啦，咁一直都係咧靠西藥去做呢個穩定啦。自從喺1年前我爸爸開始食用呢個黃精啦，可以話係人生一個好大嘅轉變。body check 出嚟嘅數字咧非常之靚仔，每日按時食用9劑黃精，再加埋呢一個7百飲，簡直係完美嘅組合。只有黃精喺600幾嘅草本裏邊咧帶呢個精字嘅，只有佢咧只可以填呢個精水。黃精唔單止可以入3焦，按唔耐填精水，填精水咧係俾你從根去升上嚟嘅。為咗保證佢嘅品質，自己花咗一個非常大嘅成本。非常有名嘅九華山，我哋有自己嘅基地啦，只能夠喺源頭把紅做到嘅係9星手製。所以咧，我屋企人咧每日早上咧都會食黃精啦、9克飲啦，甚至係7百飲等等嘅產品啦。早餐食得好嘅話咧，全日嘅力量都非常之正，唔使靠任何咖啡。咖啡咧會令到我哋個人咧越嚟越虛嘅啫。咁所以咧，揀翻啲正路嘅食品咧，就會可以幫助我哋去提神。今日分享到依家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